妹就會因為博生動為豬血，所以你嫁給他。對，真假的？是你奶奶先被收買，然後媽媽也被收買。对，所以只好厲害，把我推出去。你是最後一道，只好把你推出去。可是說真的，我們今天食材說全部拿起來，感覺好像也都是根莖類。對啊，今天怎麼的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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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情帶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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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已經寫好了，要怎麼餵啦？不是皮啦。你要有現炒嘛的東西，一點點就兩用嘛，用嘛，加油夠奶。大家今天第4集了，加油好嗎？又一次，還有哎呀，他對博生的要求憨哈夠，竟然還可以過這一關。對，沒想到過關了還要搬過去。關關難過關關過，至少現在有得到美人歸，對不對？有嘛，係路嘅辣。客家後生企出來，哇！客家後生三家算啦，沒算27年次。喂，哇，對客家後生嘅喏。對，今日要講到有嘛行喺路嘅，又講到後生人，拄好將今日來邊嘅組合啦。嘿，世代的大對戰嗎？唔咩按你講，唔咩按你講，地位上的很入口呢。係啦，今日呢還有貼片呢。燕燕都狗囧來都要導演年輕夫妻檔，還有挑戰，還有就是這個薑還是老的辣啦。哎呦，哎，好食的哦。好，阿姆公呢，先來分享到今日挺盛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你阿牛幫師傅。大家好，歡迎寶貝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昨個咧分享到係街下吼，固定細節咯，要談到骨體有上嘅。啊，6個。所有都給大家好，來吃掉。來功效啦，哎。他自己用口懂後生，真的，他只是長得比較資深而已，長得比較着急啊，比較着急耶。對，好，馬上嚟分享到你來自高雄人物嘅兩公婆哦，分享到博生以及雅儀分享。大家好，放央。哎，是不是有夫妻臉？有哦，他們就像是一個組合的。哎呀，結婚都久了吧哈？ 5年，新婚，對，還在蜜月期，還好。等下再聽聽他的愛的故事。對，好，稍後來看一下咱出嚟阿片哦，來自性別性點，記得係兩姊妹哦，歡迎呂瑞華、呂慧玲。歡迎。剛剛講客家後生是我們這一組哦，所以我們這邊是老薑嗎？是老師，我們這邊是老師。馬仔係老師哎。 馬上喺線上，慧玲老師，等下好好的了解一下。好，先來看風吹。風吹哦，因為博生呢為愛嫁到高雄仁武去。你本來是哪裡人？苗栗太婦人。苗栗太婦人，哎，你苗栗的男人都很專情。有嗎？有。好，我先看一下今日帶了嗎？好料。來，客家朋友。是家做的嗎？係。萬年做的。奶做的。哇，你老靈魂呢？哦，好好吃哦，軟軟的，然後有入味吧。錯，非常甜美，非常甜蜜啊。因為雅儀呢，她是精油芳療師。對。博生你有塊傳糖係嗎？有。然後今天該不會請我們吃的就是你的招牌？第二招牌。哎呦，它就很厲害，黑馬蓋。梅乾絞肉。等一下就會食到。沒錯，而且好，等一下都過來跟我講料理故事後哎，還有愛情故事，但是這個呢先加分。好，因為你幾歲？我79年次。你看那麼年輕，這麼會保空油，看不到。厲害呢。雅儀，黑妹就會因為博生動為豬血，所以你嫁給他。對，真假的？真的。因為阿媽，我奶奶她的那個客家麻油雞收買。 是你奶奶先被收買，對，然後你才一起，然後媽媽也被收買，對，所以只好厲害把我推出去，你是最後一道，只好把你推出去。對，哦，辛苦了雅儀。哦，上來看一下咱水里阿片哦，帶來買個好食咯，大家分享。今日帶來嘅怪事，每一隻嘅2盤腐瓜。哦，每一隻嘅腐瓜。你下時節拄好喺腐瓜嘅時節。唔會腐呢？你別鬧怪事。冇怪，點到食到木又袂咁甘甘嘅。酸甜，非常的爽口。它很退火啊，腐瓜嘛吼。可以講比鄰記不會投入社區活動，而且做哪方面的呀？哦，我哋帶銀髮健走哈，是每個月有200啦，是維持生態俱樂部哈，帶他們去戶外夯
你的金山的步道啊，哈，聊聊。你有牡丹廠夫妻線台哦，還有維持美貌成這樣子，沒有？因為你這樣也愛用動接雙運動哦，我覺得運動還是很關鍵，對不對？而且每屆會愛用迄種第動接雙會去到田腿啊。會用聊到的健康資訊。好，以客家廣播電台聊天啊，打嘴鼓哈。那我大膽假設，你係咪提前擺來參加料理嘅客家節目？超提擺。哇，那我們的榮幸，剛剛學到嘅福掛好學嗎？東後生，東後生。串燙之後結合一下，學一下。哎呦，今天沒有要結合哦。對，沒有要結合。今天各算各的人數哈。推免黨購，我們還是認真來火拼一下。沒錯啊，都帶用了筆呢，先來暖身，金航體育館嘅 PK 咯。向前來挑戰，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，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。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，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。好，兩時嘛來賓有信心，所以對嚟客家嘅知識咯冇問題。兩片呢，風吹美就可以串燙啊，所以對客家嘅料理應該沒冇問題。沒問題。鼓手呢也有知識量，而且還有實戰經驗，已經冇問題。安哥好像老太恰講一下哦，你們是有照身高順序排位。這個是 WiFi， 跟你介紹一下，客家 WiFi。一個突然間，連一下，50間的哦，對，很像那個木琴啊。對，好，等一下答題哦，一定要嚴謹哦。哦，因為呢，總共哦兩嘴答對的題數加起來，就代表講廚師做得先幾道紅色菜咯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哈哈，藍水先來。藍水先來先一題咯。啊，堅果大師。哦，先來加咯。沒問題哦。十組題恭喜。哇，題日題。兩個哦，兩位姐姐聽清楚哦。等一下呢，要派出一個代表，講出5種硬果、5種堅果，30秒當中就算過關呢。兩個讓你算了哈，來。計時搶開始。核桃、核桃、南瓜子、南瓜子、腰果、腰果，還有2種。杏仁、杏仁算。最後一種。花生、花生算。恭喜。摸到15秒哎。天哪，這個你平常時都有寫的？有。你看。厲害！日常常見硬果啦，因為現在該不會口袋也有啊？真的，動動時代眼鏡副腿是出毒，就有發生，隨時有發生。哦，恭喜咱們是得到一步。來，風吹要哪個嘞？熱量將好。好，熱量將好。下半哪種醬料熱量最高呢？A 係蒜蓉醬 ，B 係烤肉醬 ，C 係沙茶醬。最狗哦，沙茶醬，哎呦，很肯定哦，他是廚師哎，因為他有用點魚啊那些有的沒的一起下去用，然後又有油。你稱呼那些成分叫做高熱量，有的沒的。C 哦 ，C 沙茶醬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就係 C。恭喜！其實這題哦非常簡單，不過還會讓大家說明一下，到底有幾個？就是假設就會以痛虛哦小湯匙15公克來講的話，沙茶醬跟熱量哦有超過100大卡哦。第二道係烤肉醬哦，雖然講哦，中秋節會烤肉啊，用啊烤肉醬，它一湯匙只有24大卡，差嚟成就又4到5倍哦。哇，好，先來看下藍水先哪一題咧？太浮太貴，一定要。來舉重要嘅哈。好。年豬頭牙，為什麼個東西來祈求財富滾滾來呢 ？A 係月餅 ，B 係解酒 ，C 係掛包。你有想嘅先來答案係潤餅。為什麼？因為那個時候好像有賣潤餅。春天要吃潤餅。對。哦，皮膚還潤係啊。哦，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就係。我個時發即係皮膚潤，係啊！家下問過挑牙到底係乜計哦？就係其實求那個農曆的大家年初2跟16都是做牙日。那一年當中的頭牙呢，就是長牙嘅初二就按到頭牙。2年呢為到愛拜白公啊，祈求可以太富太貴，要發財。所以潤餅的外形咩像紙張，然後嘅挑白的銅錢包起來像圓筒狀安樣形，就是有發財的一種寓意。所以潤餅係到挑牙係時節愛食，但木牙愛食乜嘅？愛食掛包哦。挑牙是月餅，米牙是掛包，睇起來好起來嘅。
好，來風吹上的先哪一題呢？淡定一點。好，你看起來你看起來很淡定，很淡定。對，可以還有煮下個水煮蛋的時間，我要做半下個軟網，保持到低凍哦。迄個你拍吃，比迄個冷水落鍋煮滾的過後，個用腦筋搖搖啊。是迄個冷水落鍋煮到水滾的過後流起來，浸到冰水當中。D。哎呦，好，你看下正確嘅答案，嘿。太厲害！果然係要開個點嘅，太厲害，非常嘅厲害哦。其實咯 ，A 到 C 嘅目的咯，咩為到不亂往變到亂嘅重心，係為到博亂嘅世界係好博啊哈。但是剛剛講到的這個 B 呢，如果你要讓蛋比較漂亮。脆狗煮狗肉還有亂風係到重心點哦，需要是冷水下鍋煮到差不多滾的時間咯，試試愛用攪攪，讓它有一點均勻的離心力，愛用是做得出來的哦。哦，好犀利！你睇下好多誒，來冷水骨骼強壯。對，這對還有上面那個動蟲藥。對，下半那種食物中的保護人嘅關節，然後骨頭嘅抗天，A 係落力，B 係吊脆嘅，C 係反瓜。做唔得咯，做唔得保護你嘅骨頭啊 ！A 落力 ，B Q 啊 ，C 反掛，做唔得保護。茄子，為什麼？因為它是屬於蔬菜類。哦，因為它是我看過最肯定的。鈣質比較少。哦，用嘅應用嘅成分去看下。Q 啊哈，好。好。我看下正確嘅答案，嘿。牙醫曾經有罵過你，哎，你怎麼給你 Q 3串牙 Q 一修呢？哎，真的，他的客語這麼好啊？他沒有，他沒有，千夫打超的哦。哎，可是說真的，我們今天食材說全部拿起來，感覺好像也都是根莖類。對啊，今天怎麼了？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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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感情在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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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必須好了，要怎麼餵啦？不是皮了。下半那一種食物中的保護人嘅關節，茄子。Q 啊哈，好。好。我看下正確嘅答案，嘿。應用式，非常的厲害。係啊，我咩攞鈣有相關啊，是攞營養成分有關係。因為酪梨哦，佢底部哈有非常豐富的 Omega-3脂肪酸，做啲幫助減少關節發炎啊，做啲幫助潤滑關節咧都。反掛哈，因為佢有非常豐富的貝塔胡蘿蔔素，做啲轉化這個維生素 A 哦。同樣強壯，做啲幫助你保護你的關節，讓軟骨咧都。真的不知道哎，我剛以為是反瓜哎。嘿哈，哇，好厲害！千夫搭錯嘅哦。哎，可是說真的，我們今天食材說全部拿起來，感覺好像也都是根莖類。對啊，今天怎麼了？來，先來問一下，馮七先來題。客家演繹小博士。好，前難解。客家演繹個一 Q 3串，一 Q 1宿，係乜嘅意思呢？A 係講早出晚歸 ，B 係講自食其力 ，C 係需求不高。A，不用猜的。還因為你只要總是力快竄燙，所以早出晚歸。然後牙醫曾經有罵過你，哎，你怎麼給你 Q 3串牙 Q 一宿呢？哎，真的，他的客語這麼好啊？他沒有。他沒有。對。好，但你猜的答案是 A。哎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其實係 C 哦。哎呀，兩意思係嘛嘅咧，就係兩個人哦，冇埋嘅大夢想啊，佢最大夢想就係哦，你西頭哦，做啲要3串好食啦，暗部頭嘅時節咯，有一個地方可以來安靜去做啲，形容你三個人哦，需求不高，只要他念成基本的溫飽就做啲咧。啊，原來係咁嘅。好，嗱，最後先來一題咧。馬上講總的烏拍派。好。烏拍切當中呀嘅菜館係講煮嘅奶豆邊呢 ，A 係講煮豬胸的大動脈 ，B 係輸卵管 ，C 係橫膈肌。輸卵管。喲。好明確你們。菜館係輸卵管。又是狗。又是狗。好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，嘿。哎，其實是 A 哦，我以為是輸卵管呢。嘿，好，這裡有埋一個文字小遊戲哈，因為該題目當到寫係菜館，
唔係菜蔥啊，哎，該菜管哦，就是我們的這個豬的大動脈啦，哦，豬的大動脈。我剛才講的菜蔥哦，有按到上蔥就是輸卵管，那橫膈肌就是我們的肝連肉啦，差幾大死甜甜。了解了。好，水木一題遇到瓶頸，希望不要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哎呦，十足題，只有一題耶。來，廿個實作題係樣來教呢？丁係嗬，風吹2-3年中強定下排出1-3年就退表，1到底度每7團果皮就得達到50公分，就算過關呢。搶從道具嘍。好了，第一關呢要來切小鴨嘅令狗皮。之前我記得不簡單，不簡單。記得那時候是老師嗎？哎，不是。動豆類病毒就挑戰狗牙冠。對，可是很容易就是走錯路，一下子太斜了。而且薄厚我就檢查，太薄沒會斷黑，太厚沒會斷掉。來50公分上的安陽平。好。其實不短哦，那恭喜菜是很長。好，而且有時間限制嗎？沒有，是慢慢來。所以你慢慢來，慢慢來，也不要太久。對，因為一集大概總長大概就是50分鐘。好了，好，準備好嗎？好了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而且這次給的是小批的豆，不是水果豆。對，有給過水果刀，超狠的。聲音哦。不要斷哦！博生怎麼幫老婆加油？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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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感情在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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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哦，他越來邪趣的一面跑出來了。來，豆豆來，慢慢來，慢慢來。平常的時候，曼寧都不卡住料理2個人都會平均。對，分工。我比較多啦。對，然後開店之後就變成他比較多。哦，因為你要磨盤點多的事情。胸下快點嗎？各位觀眾，我覺得超過場了。等一下，給他一個預留，我給你示範一下，你感覺一下。他非常厲害。感覺一下，運動加精神，電氣斗呆。他是芳療師。如果你可以切出2公里，我就算你贏。超過了啦。目前我們先來比一下吧。目前。有啦，還多瘦50公分呢，而且太厲害了。沒了，底修嗎？還有，你想要嗎？還有，不然最後給你個 ending，你餵他吃一口。這個一講到斷掉，傻眼。好啦，好了，不計時就好了。好的，可以的。好的，餵博生吃一口，我們就完美 ending。要怎麼餵啦？不是皮啦，是妞啦。好了，恭喜公主也得好，平手哦，2組都是6分哦，3分啊。3分，對，總共係6個啦。總共6分哦，恭喜。很難選哦，我其實突然看不到。我們可不可以選土地上的多一點？土地上的沒有。你先選土地下的，海裡面的。哦，蟹肉棒。好。鱈魚香絲。好，都是海的。哎，海的。再來土地裡面的啊。好，地瓜。好，它就3棚。芋頭。5、5紅。鹽絲。好。水妹。來自吧。好。對。好好奇哦。到底會做乜料理呢？呀哈，睇起來應該東南上出結果，先來看師傅做變化嘍。師傅上菜了。好嘍，師傅，你剛剛出道總共有6項食材，太多了啦。對，可是今天的食材呢，偏樸實的食材。對，都係家家戶戶看得到的。對，就做較簡單的料理，用較無可能手法來做。好，今天做的出來千絲萬縷踏實米。都會呢你。踏實米。對，意思嚟講，千絲就有當當種。一時的啊，炒薑啊，甜鹹鹹的安尼。那後面呢？它是蜜啊，蜜就是甜的意思啊。相似的是千絲萬縷，它是蜜。OK， 主要呀有鱈魚香絲，各位呀蟹味棒。對，蟹味棒。哎，各位烏味，哎，番薯樣，而切絲。等一下，千絲萬縷，它是蜜，該不會就是泡菜吧？不是。看這個配料，我真的會往泡菜去哦。完全沒重要。好。所以我切絲，切絲。好。因為你看冇，有粉呢，等下粉拿來泡。甜點嗎？
對，因為有走哈密還是走佢香咩？佢應該係全部容易破吧？全部在在這個做個拔絲地瓜蜜，安樣係嗎？類似，但是沒拔絲，蜜番係用一邊日式照燒安尼。哦，照燒，所以等一下它會走酒。哎，好妙，我沒吃過。蜜汁的一種做法。哦，蜜汁的。所以這種醬等一下沒走在，比如講雞腿啊、豬排啊，這種醬都走在西行。咱下今日用的就是當簡單的調味料啲嘅。之前我切到油油，切絲。即油會較底下會較好炸。哦，哎。像這樣子哈，我可以直接用刨刀刨嗎？用刨刀刨。嗯。可以用太敢看，唔會用刀為你，像很多人。用刨刀刨，較炸起來較冇立體感。哦。演習我的最愛。讓它先炸好。要全部切開嗎？那安尼就來。然後這個要剝絲嗎？哎，對。哦。讓它先葉片先炸好。大家啲蟹肉棒地北，其實從太陽冰恐龍。有蟹肉。對，摸蟹肉。摸蟹肉。但是是有魚漿啊，類似。但是應該有真正的有蟹肉棒吧？有啦。它還是有蟹肉成分的哦，就因為糯的時候呢。哦，幾時會散開來咧？最主要是麵粉嗎？魚漿？唔像啊。哦呀，給已經跟進內落去泡誒。哎，先落去先炸。那炸之前不用先裹乾粉這樣？都唔是。好。啊，因為基本上是甜粉呢。哎，啊，全部冇不用粉的，就係等佢炸葉片，開始炒醬料。好。可是師傅，你要給千絲萬縷吼，容易泡，係咪要泡當久，這樣會硬炒？誒，還好，要用醬料炒好佢差不多就會開始硬誒，當醬硬。哦，你要已經硬。嗯。不是軟軟的那種的。那鱈魚香是會對半切。唔是啊，等下落去炸。鱈魚香絲算是台灣之光誒。嗯。跟地北係真緊就這樣嘞。真的。我過年當初來台灣會買呀嘅。鱈魚香絲它的製作過程是用炸的還是烤的啊？脫水是嗎？還是它是炸出來的油炸物？還是我們口味吧，該用口味吧。哦，那也是熱量炸彈哎。用到糖都沒了，是誰那麼甜？哦，記得要自己做個米啊。然後去加個醬。因為蔥寮通，它蠻特別的講哦，啱炒落去就變成蜜，啊蜜又變成糖霜、掛霜的意思。會有點焦化嗎？就焦化，它會一直在產生變化。哦，免像個糖葫蘆。哦，水嘅，因為佢哋還有做米，所以佢嘅水會合到。哦，你像你在底下做個薑汁燒肉嘅感覺係安樣，佢有加調油嘛？有，加調油加糖，像個薑汁燒肉安樣嘅感覺，試下試。所以用通就好嘞，不用蜜那個蜂蜜啊什麼的。那我今天用糖來調油，然後等一下會一些澱粉勾芡。所以你再把它扒附在我們的千絲萬縷上嗎？對，拌在一起這樣。我們怕剛南美你愛到之後哦，真的不會走掉哦。對。對，好像拿捏的死死的呢。對，好黑嘞。老闆娘好做菜。姑姑，美麗的姑姑。美麗的姑姑，我地公拜海。來，姑姑，謝謝你。哦，很自在哦。也就可以不用落去。哦。不要先不要，要大家先不要看色的，要先不要哈。需要時間的。這道菜算係賴導畢業推薦嗎？自創料理。自創的。日式跟台式的結合吧。對。應該係日式誒，像我推薦講，像日式誒，個薑汁燒肉，啊像台式誒，像個蜜地瓜、蜜嘛個東西。要當旁邊可以拿來做。對。哎，所以就是說想要幫酒菜時間，食下有跳蚤的，就去甲煮、去甲炒，它旁邊。很多人是不是炸了之後，把它變成素的小魚乾？沒做對咯。用海苔跟鱈魚相試試。有泡到幾個檔脆脆的嗎？泡米較早啲誒，會好誒。葉片要加水，等下有啲勾芡。還是可以用氣炸鍋。氣炸鍋也可以。像
你甲鋪用氣炸鍋的時陣，要噴等油噴了，放去鋪的時陣去好酥脆。假師傅較係用碰通，這個便利分水是就不是用的哈，所以下高下牛的。下牛像了糖漿米也是要一定要通變好豆，其實也不是用該便宜分。它會變得有些麥芽花的，麥芽糖的那種感覺，沒錯。然後高一些錢了，一些就會。本魚都有一些牛呢，本魚包到食材上。大家叫我鹽好將食材蛋糕，就做對。哦，叫一下就好了。也是也不用下來，白芝麻。我覺得很好吃哎。你要整個是鳳酒菜呢。嘿。很簡單的一種菜，就是一般不卡，都拿來都會食材。隨時都不卡，青菜就有了。這很有創意。對。我想說這個，謝謝。我其實這很費工哎，前面切就要切。這切的時間好麻煩。對。其實炒唔會難啊。OK。裡面千絲萬縷，它是蜜。阿牛就好食咯。來本師傅嘅重賞鼓勵。超愛鼓勵哇！很厲害嘞，因為人家團的是鋪出來，你看，完全沒鋪出來分開來。對，而且是日式跟客式的結合哦。來看，試試看吶。而且因為又炒那個焦糖嘛，就是炒出了一個湯，你看，凍金凍頭。哦，該上，該去燙豆。因為它剛已經凍好些，兩種湯兩隻香香，這好神秘哦。咱們的蛋腸繼續聽聽。這很高級的零食哎。高級的零食，對。高級的鳳酒菜。哎，鳳酒菜。還非常好吃哎。很好吃。高就在椰子鱈魚香絲也可以入菜，很棒。又回梅啊，又散梅。剛才舉個公，應該兩獨給招那個小菜，招待的小菜，昨天請團家。招待如果送這個很高級耶。哎呦，不會都招待都麻煩吧？都麻煩。謝幹麻煩。他這個事前可以先準備什麼？可以，像係你做傳統嘅，可以先炸一刀起來。哦。愛做介再作來，再炸介一刀，就會熟嘅。而且會很卡熟。可以先炸一刀，變個拖喺地瓜，變冰箱。係。可以加張拿出來軟軟的嘛，但是唔怕拿出來油再炸過又硬。哦，你如果做這真的當小菜會紅。因為太有特色了，而且竟然是請人家吃的，大家會嚇一跳。對，真的。因為公司材料新本會更夠，好公叮叮。對，像梅很多一次5它就泛酥。你如果不想炸，就家裡面就會用氣炸鍋。做對，氣炸鍋沒做對。他們講呢，還要講一下，等下呢，愛酥，愛天一秒，愛養也愛天一秒。好，就會看等下最不迷咯。嘿，好嘛。條件係偏熟哦。我們抄，睇起來準備好些嘛。好，摩拳擦掌一下，還真的摩拳啊！好，馬上來進行最不迷館嘅挑戰。做下點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，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青沙皮嘅素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呢，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。一家之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最不迷館，尤其喺遐嘅時節最緊張，做嘛呢？前輩哦，平數嘅時節最緊張哎。對啊。說真的，你們今天得失心會很重嗎？不會嗎？不會。你有高鐵的成本啊。他2片呢，還有老師的面子。對啊。我這樣怎麼真的可以輸嗎？對。所以沒關係，我們先看一下菜色。風吹帶來料理，我弄媽咪啊。鹹菜乾拌麵。鹹菜乾拌麵，這也是你們的招牌菜。而且這個鹹菜乾厲害。厲害。不錯啦。為太府過來。太府貼片搶人做嘅哦。
60年的阿婆做的。60歲阿婆。沒，就是他有做過他已經做了60年。你做了60年呢？所以基本上像60歲。所以他們比較會做這種很粗的管，然後也會比較香，較蓬啊。太香。他最好的成績是又一改他黏他哈，聽說是連撒2禮拜，怎麼樣？都每天都過來吃，都吃這一碗。他說他都吃不會膩。掉點哦。那你等下煮大碗一點哦。有，務必哦。我們就接下來2個禮拜都錄你的專場。是在。好啦，最杯麵一關的，然後聽講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稍後來看一下咱嘴裡片哦，客家經典好味道，來來買好料嘞。黃梨糯米炒雞肉，嘿，這就讓叫改變一下哦，對不對？一般來講，我們炒豬魚嘿。嘿啊。煮魚啊，某時就改做豬肉啊。對，東西會炒雞肉哎。而且用的係胸部肉，胸部肉下健康，然後又軟拍節哈，拿起頭安好清爽啊。吃狗肉後，咱們從去龍山用醬呢。皮膚啊，對啊。而且我看到最 C 位，該凍旺又熱翻凍鐵皮的東西。你看，蔥子哦，因為拿起頭。呀，往里猛魚蓋牛絲哈，啊，有個單調變化一下，到蔥子落底哈，增加個口感，有一個清香的味道，瞬間就不肥了起來哈。該凍貴呢，哎呀，韓國倆時節了，人啊剛好拄好很熱天啊，吃這個最適合，超，對不對？水母已經慣了哦，哈，兩姊妹變起來有信心嗎？有信心，凍翻緊哎。好，兩嘴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莎莎快洗走了。好，很佩服2位耶，而且你看，雅怡你也是79年是嗎？沒有77，跟我同年呢。你看，3年可以年輕呼吸，一起同心開店，然後又一起上節目。哇！博生這個速度，這個速度很快呢。追雅怡的速度嗎？可以撲吹啊，已經演一半了。因為那個香氣可以安然那個鐵多，而且他知道2樓有，撲吹一定要超多油，黑嗎？張偉雄啊，還有。然後雅怡也太會切了吧？對啊。你之前是學餐飲的嗎？你會嗎？給我都不在專長內。還有他是芳療師啊。對，我是芳療師，但我以前也不是讀芳療的，我是中間轉職的。對。雅雅高尿先不用海一邊。對，以前那一邊，我看到那個高尿量。那個是10人份嗎？很有誠意。一斤哦。一斤。非常的有誠意。太少的話，其實肉香會沒辦法出來。對，然後你其實豬腳肉還是要有一點點分量，它會比較香啊。肉香跟油香。對。啊，公司才已經給你準備的係點地陪讀的幾道沙的分量，4、5個人而已。因為還有麵線，所以它一大碗的分量是很夠的。100克左右，100克正負20克這樣。手法很精準。哎，剛才前面稍微講到了一下而已。我們博生啊，也為愛，批都人無趣。就是說，因為雅怡黑溝通力。啊，下去高雄的，然後煮料理給因阿嬤，然後吃個給他剖色，所以是不准你搬回苗栗，是他們不准。講好，來去高雄。那時候就是交往前我就說，我不可能因為你上去苗栗。先講好，先講好。對，先講好。那你有很感動嗎？就是很難呢，就是因為他現在高雄，然後媽媽就說你應該要嫁了吧。因為你要離鄉背井去一個完全不熟悉的，重新開始的意思。很愛你耶。是。閩南話的愛丟開下真生氣。不，你們很速配，說真的。謝謝。那你倆哈走勝利洞摸憨哦，還有時間走愛的料理笨雅怡嗎？有啦。還有時間吶，就是他想要吃什麼，就是講一下。愛他，做個許願是從的啦，許願啦。你考他。佢當厲害呢，佢係兩下是飯可以炒的，闽南菜係安樣炒，飯可以安炒的意思是飯去下用。你知道嗎？你好祖傳。姑姑，苗栗的姑姑。苗栗的姑姑，我給講發一下。來跟姑姑對話。
姑姑，謝謝你。哦，安子這哦。好。真緊同鄉，講真緊呢。哎，電機都要慢慢編啦。好，我高度期待。等下多多整了哈。安子這。線上另外炒鳳梨木耳炒蓋牛，而且他們準備的這個是蔥子哈，蔥子，對，還有凍龜呢。對啊，真的。那華姐，你還分散可路黑嘛？改咩黑老師嗎？哎，公務員。公務員。你要到時候追咱的是該得給熟度。大概炒鳳梨的已經該熟了哈，來到去醬皮來表。哦，牛排空去送哦。凍呀。哎呦，已經差不多嘞。差不多，不是凍哦。你講我等下來拌炒。哦，他那炒過。這就算西點呢，因為剛才台港芒果來哦，它就開始退西的嘛哈。你這個是電機滾熱後，向半又將冰落去切火。對。哦。對華姐是我看過情緒最穩定的長輩，是嗎？好優雅哦。對。姐姐都是這樣這麼優雅，像仙女一樣。對，她很會做菜。哦。她會做菜。雞胸肉用切的還用拋的？用該絲的。哦，絲的。放涼，對，放涼一下。就是要那種不規則的。啊，用叉子。刮嗎？沒有，就是用手撕。哦，不會燒沒？不會燒。都要放涼一下，所以。聽瑞華姐講話好舒服。對啊，是啊。她完全不會被我們的情緒影響。對，她學聲樂啊。魔怪啊！你要先炒嘛嘅東西，一點點就夠。兩用嘛，唔加鹽講啊！大家，今天第4集了，加油好嗎？還有一些，還有一些。哎呀，他對佛真的要求憨哈夠，竟然還可以過這一關。對，沒想到過關了還要搬過去。關關難過，關關過，至少現在有得到美人歸，對不對？你沒有買cái滷肉飯，你用個兩種的。係啊。這滷肉飯很嚴重哦。會哦。這滷肉飯超嚴重。這個醬比飯還多哦。對啊。他完全不會被我們的情緒影響。他學聲樂啊。魔怪啊。哎哇，您這麼懂喜歡音樂啊？走在展演嗎？我們有這個榮幸嗎？啊，現在還不行啊，還不行啊。現在是在這邊。嘛，因為電機有皮料啊，不能放。哎，電機浪啊，哎，不能。兩機啦，不能那個。給他中的不用扛。哎，不是，因為我們沒付錢，沒有買票。我現在哈，就是把那個鍋子稍微加熱一下，先熱鍋。有沒有長葉啦？好，給我炒水嘞。你還有什麼買的東西？我現在要把那個薑絲，爆香。先不要，炒啊！你有用的係蘿薑嗎？唔過先拋皮哦。咁咩蘿薑嗎？嫩薑哦。一無算攏算中薑的啦。哦。我把中薑魚。你要先炒買的東西。一點點就夠。先薑嘛，薑嘛，唔加鹽講啊。大家，今天第4集了，加油好嗎？還有一些，哎呀，哎呀，那兩姊妹倆下還有窮下帶哦，窮下帶。那寫來都動管啊，都共用啊。現在還待在一起，很好哦。情感動好呢。我做的開始煸的哦。慢慢煸好，那這個孔蓋片。哇！結合呢？這個我必須要。熱台灣的地，台灣。請問下你還買個東西呢？我們的秘製醬油。秘製醬油。苗栗鹽跟醬油啦。苗栗你那都用啊，菇的啊，菇的調油啦。沒，好特別。苗栗絕對知道的醬油。它是苗栗鹽。我也是。哪邊苗栗鹽啊？你應該知道那個醬油。那你講。它的特色是什麼？它是鹹香，然後醬色。台府嘅片當然咧。係咯。台府嗰邊較多啦，苗栗絲其實較少，台府較多，因為台府鹽所以係啲老品牌嘅。靈魂呢。我到現在都還有用。假設你有設定一本。年前啦，哎，好，而且重熟類呢。沒有，重點是這道菜，它是如何虜獲所有人物的女生，都每天賣40碗的麵。對，可是就會裡面按鈕想做給婆啊，係啊，還有給媽媽。銀下連續2隻禮拜，2對。你沒有買個滷肉飯，係用個兩種嘅。係啊，這滷肉飯很嚴重哦。會哦，這滷肉飯超嚴重。這個醬比飯還多哦。係啊。
所以你面同紅是牛面好的是差不多好的呢哈，啊春的是大嘴骨是好的。什麼意思？跟面面我好的，跟面我好的，牛面我好的啦。個意思講其實純大嘴骨的啦。哎呀，冇事情做的啦，就是把它編在一起而已。對啊，就純大嘴骨的啦。冇事情做的啦，憨憨的啦。我覺得雅怡也很賢惠，你看，因為我們博生可常常，雅怡也非常會做哎。他剛剛切菜哇，小當家呢。對啊，小當家，好幸福哦。我會。就是因為雅怡的本性為主線，所以他對博生的要求憨哈夠。然後竟然還可以過這一關。對。沒想到過關了還要翻過去。對。關關難過，關關過。至少現在有得到美人歸，對不對？好會講。公關還動天。我們看剛南美你愛到之後，真的不會走掉哦。對。對，他現在拿捏的死死的呢。對，做黑的。但我們要掰盤呢，我們這裡差不多了。一個碗不夠，可以再拿一個碗。好，摸下這個孔蓋片咯哈。因為我等下要吃。它就是這個碗，最大碗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呢度用係黐黐嘅鳳梨，咩用罐頭嗰種？新鮮的鳳梨。對。所以這樣子才會有自然果酸果香這樣。對對。現在就是加一點點鹽調味。那應該哈，應該都摸果肉之前就幹嘛改調味？摸適量下講幹，然後是一點點鹽巴。好，所以應該這樣子鹽巴表落去，先跟鳳梨味下甜。所以應該木耳又同頭的嗎？哎，木耳人家係上感。比較炒哦。它切嘛。對對對。平常就是煮2個人吃，對，那2個人吃就是很方便吶，很簡單，一點點那個鹽巴胡椒粉。哦，你有鹽巴的胡椒粉拌一下。不用送你熟嘞啊，容易炒嗎？還要拌炒，還要拌炒。那這一步是為了什麼？避開煙味嘛？啊？避煙味嘛？那個係啊，要蓋油膜買梅頭嘛哈，加點胡椒粉跟鹽巴這樣子。哦，好聰明哦。對啊。這樣它熟度就可以掌握比較精準，比較特別的那個做法，比較特別的步驟。梅頭啦，還有梅頭啦，它 PK 的步驟了。所以你要不用去炒，要不要讓你炒拌一下哈？所以你要也買東西哦，算是自己改到一個木醋的嘛，等一下打來木豉哎，等一下蒜子會落去哦，全部哦，這個量要夠，一定要夠酸。鳳梨的蒜係香的蒜甜甜，猛超。好，那我們來先來豆酸哦。好，天草馬松來豆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松出嚟試試看那最關美關，乃木開料理卡參到咯。耶！厲害厲害厲害！哇，剛剛蟒蛇豆太卡已經先批到東鄉了吧？你蟒蛇豆，我吃了。有關內豆嗎？哦，又搶了。好，來，先來吃吃看那鳳雛的料理。哇，那個不脆，很香哦。快開嘞！這吃下去，你緊緊會當臭夠貼下去吃哦。你在哪裡吃，真的那邊的人都會把你留下來。龍叉飯啊，但這樣麵線盤各種都做得好。牛拌沒走着。它這個味道非常有客家的風味，很合我的胃口。因為客家麵啊，其實從小是泡菜台的啊，所以這算是大家共同記憶，而且又加上自己的一些小創意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撒下來，鳳梨糯米炒雞肉。很期待下個雞肉會感覺。哇，嫩，還有兩種嗎？哇，這很健康。兩組都到對手嘞，而且很清爽。那好食兩種探的，因為探的長做的學的都鳳梨的線條，還有個米脆脆，就是要吃原食原味原形。懂好食啊，懂下飯啊。希望拜飯，還用大拜。哦，懂好食哦。謝謝。好，談起來大家都非常的滿意哦，到底結果最美哈？是否用慢使用呢？殺殺來看。好多正面當競爭，因為兩村呢都各有自家嘅特色。先來搶隔壁師傅鳳雛搶半分輸，滿分。
打電話來看一下這道媽媽的味道，會得到一道粉藍錘。更多的成績咯，先來請牛房師傅講。紅對了，這道菜其實東南做的地方是講吼，佢梅乾菜有炒過，嘿，冇時間先面做那用泡的料回到佢速成下夾。哦，是啊。佢香氣還會出來啦。每一層的梅頭都會炒出來，做到當紅梅當好食。啊，你平時整差多，往裡灣，佢有個心雞灣做咧落去炒球，再不給往裡的梅頭出來。還有一點是松子做咧乾炒，不給油脂還能出來，還是當好咧。誒，是正常用點啦。兩邊都做得講好，是嗎？謝謝。兩個，兩邊咧攏各有特色啦。第一邊咧，第個泡菜老講用迄本個炒，也係肉絲的炒法，因為咧客家嘅香味會無同樣，所以一邊有比3分。啊，一邊啊無口嘅菌素係因為佢嘅當清爽嘅手法，我個雞肉係當特殊嘅做法，後個要加上松子嘅創意，所以係因為個。這個也是當好的表現，所以我一邊沒冇扣分，兩邊就3分，謝謝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喺講看的過後，咩知道講金屯還有藍水發都不卡咩做了吃周看吶。啊，冇兩時間呢，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你來頒獎嘞！太好吃了！哦，真嘅，非常好吃。成績已經出來，彭翠總共得到9分，藍翠得到8分，只有1分之差。先來恭喜彭翠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提名。恭喜！好，打電話來看一下藍水哦，哇，動厲害！你電腦按到大容量鈦金鹽不粘鍋，超大容量。動創哎呀，整個動創。這都是新劇系的啊。哦，恭喜！先來問一下博生，下禮拜周春，他79年次做的做出來有老靈魂的料理，老太搞分享一下，下禮拜參加心得。然後搞，然後總歡喜來參加這個節目，就安用。你還在緊張啊？對，一點緊張。還是要問一下雅一的。啊，你下拜了參加，感覺如何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參加這個節目，很特別的回憶。對，謝謝。好，撒下來哦，秦慧珠、秦醬、慧玲姐，今日老阿姐強下來參賽，有咩感想呢？都會以來參加了一家之主的節目哈，你下提擺上客家的電視台，平常時是客家廣播電台，咪係用快樂來講客，多推廣。一講客話，我就要當好啦哈。希望咱做得有其他的節目，佢做得看到安這樣兩姊妹分享安多多嘅認同啊、抗疫嘅資源，還有推廣客話。好，希望有機會找來參加某同人嘅節目。好，那就一家之主下一季直接報名咯。好，水花姐。我哋下來參加啲一家之主嘅節目，我感覺到，我買咗學到一道像啲師傅煮嘅菜啊。當好，然後你哋客家嚟嘅文化入咗嘅傳承，你哋提倡啲客家嘅法，然後多多嘅練習，多多嘅講，你用呢一種客家法嚟做客家菜，然後多多嚟分享大家。係啊，感謝兩姊妹。恭喜！今日正日同歡喜哦，兩組呢可能不講喺線上，也係講有個新一台嘅主持人都發現到客家嘅料理哦，不管都幾多台，都做得推相傳出。客家精神、客家味道，還有新的世代的詮釋，真係難得。係啊，來到一家之主哦，各種嘅來賓都有冇窮人嘅目的咯。有啲人係懷念阿妹嘅味道，有啲人哦係來曬恩愛。都做得，歡迎所有朋友共下來報名參加一家之主喲。一家之主等你共下來都要到邊分享也冇卡嘅好美食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